新竹縣的動保團體接到一個通報，講有民眾咧，佇一間套房內底，拿槍手不當來飼10多隻的貓仔。那環境是真垃圾，而且四界全部攏臭味。這貓仔呢，攏生活佇糞掃甲因的排泄物當中。尾仔經過了解，才知影講，這貓仔的主人佇4月底的時陣出車禍住院，所以這個貓仔全無人照顧。動保團體目前已經將貓仔送去到動保所啊。用電鑽破壞壁堵，總算甲巢地內底鳥救出來。套房內除了塗骹，甚至連面床頂四界攏是鳥屎，環境衛生真無理想。新竹縣動保團體5月初4接到通報，講若像有人飼10多隻鳥仔咧套房，佫無好好照顧。動保團體新竹縣動保所實際來到房間內，就發現有的鳥唔但無物件食，有的已經咬到咧啉馬桶的水。我們進房的時候，看見有一隻這個貓正在喝這個馬桶裡面的水，那房內也確實沒有乾淨的飲水，跟完全也沒有食物，所以可能他們都非常的飢餓。然後就是有救援出其中一隻貓，它在嘔吐物裡面發現非常多的那個蟲。根據了解，這個鳥的主人是65年厝的男性，攏總飼14隻鳥。鳥的主人在4月底出車禍了後，因為去住院，房間內的鳥就安尼無人照顧，才會無水無物件通食。事主他因為車禍，然後4月25就住進了醫院，但是後續到5月10號都沒有進行餵貓，然後我們立即將貓隻進行救援。那現場的房間相當的亂，然後裡面的跳蚤的濃度非常高。針對飼主沒有能力照出這群貓，那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2項哦。那飼養貓隻不良的環境，然後也可能有嚴重致死之虞，那我們將會採取動保法，進行將貓隻沒入的動作。動保所指出，經過檢查，這鳥因為環境垃圾，佮加上長時間無人照顧，身軀頂攏已經出現皮膚病，先由動保所安排後續的治療佮安置，嘛拍算對鳥的主人照動保法進行處分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